喂，有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啊。那个第2期的广告呢就要开始了，我想让你过来帮我。可是上一期广告不李朵演的吗？你就让他接着演嘛。喂，上次本来是你的，临时换了李朵，而且是那个老板安排的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是我找你的，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，愿不愿意？我怕李朵知道会不高兴的。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。放心吧，他不会知道的。再说了，这是客户的要求嘛。那好吧。可是你真的不要让李朵知道这件事情哦。行了，我知道。那你确定的时间地点，你再跟我说吧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事情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广告总会投放的，谁都可能看到，包括李朵。喂，你好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王九网的这个广告代理还是林云轩负责吗？哦，没什么事。安内，哎，